我哋就住喺小阪呢一度，而家咧就揸車出發去弘前啦。我哋去弘前公園睇睇櫻花情況啊！轉右。实际的道路标識，請注意您的行駛速度。44度啦，重山晒。不過佢初係做氣場，即係慢慢出晒。左轉上斜路。係，冇錯，冇錯。都係麻麻，好彩都係間中幾滴雨。見到呢座雁木山啊，弘前公園啦，哇！真係氣勢非凡啊！